今日講足球防守。埋項逼撩。埋係指防守球員迅速去到正確防守位置，並同進攻球員保持一個合理嘅距離。埋的要點包括有：迅速，一定要最快速度埋位，選擇最短記跑動路線；正確記防守位置，包括要同對手有合理嘅距離，可以遮擋龍門同保護龍門，阻擋對手繼續高速推進或者令對方停止推進。項就是冷靜觀察對手腳步動作同方向變化，然後作出跟蹤。呢個時間千萬唔好出腳，因為呢個時間就係對手引你出腳然後轉變方向嘅時間。你要做嘅就係佢去邊，你去邊。跟跑。逼，當對手比你航道慢咗落嚟或者停咗落嚟，你會留意到佢腳步開始猶豫或者唔知去邊嘅時候，一個明顯嘅現象就係佢會開始背對你，或者向後帶波。呢個時候千祈唔好放鬆，就要上前壓迫，將距離拉近，用你嘅膊頭、手部、卡位，令佢失平衡，逐漸失去足球嘅控制。撩，最後就係睇準時機，嘗試用腳撩或者督走佢個波。記住出腳唔係下下飛鏟，唔好擘得太盡。如果踢唔中，仲有機會追翻。